今年的报税额跟免税额、扣除金额这些项目跟去年一样都没有做任何的调整哈。那唯一有做调整的是基本生活费，从去年的17.5万元调高7000元到18.2万元，那是历来调幅最大的一次。那基本生活费它是依据这个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的一个规定哈，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不得课税哈，那保障这个人民最基本的一个生存权。那它的计算方式是按照申报户的人数乘以18.2万元，与申报户使用的免税额、扣除额、储蓄投资、幼儿学前、教育学费、身心障碍长期照顾合计7项的扣减金额合计数比较。好，那如果基本生活费大于以上7项的这个扣减金额的话，那差额的部分可以做一个额外的一个扣除。那我这边举个例子说明，就是一家4口的双薪家庭，那就读大学2名子女，那银行存款利息是2万元的话，那该申报户的这个基本生活费就是18.2万元乘以4，那就是72.8万元。那这个申报户使用的免税额就是8.8万元乘以4名家庭成员，就是35.2万元。那夫妻的标准扣除额是24万，那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使用了2万元。那2名就读大学的子女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是5万元，所以这些扣减金额总计是66.2万元。那比这个基本生活费72.8万元还少了6.6万元。那所以说，这个申报户可以再额外扣除这个6.6万元。那如果是以一个税率5%的家庭来计算的话，就可以省税3300元。那另一个部分是因应这个疫情的一个减免措施。那第一个部分是因为受到这个疫情隔离检疫跟照顾者收取政府提供的这个防疫补偿是免税的。那还有这个执行防疫的这个医疗照顾的医事人员收取的这个政府发给的这个医事津贴也是免税。那另外民众领取这个振兴3倍券，那其中2000元属于政府的这个捐赠，那这个部分2000元也是免税的。那如果说民众把这个振兴3倍券捐给这个符合规定的慈善机关团体的话，那也可以在捐赠的限额内直接以3000元列举扣除。那第二个部分是执行业务者的一些减免措施。那如果是医事的从业人员的话，那譬如说像是中医师、西医师，还有这个物理治疗师，那适用的费用率可以无条件的直接按原费用率的112.5%计算。那药师的全民健保收入费用率只是由原本的94%调高到96%。那其他执行业务者或是其他所得者，如果说109年的收入比108年的收入减少达30%以上的话，那费用率也可以按原费用率的112%计算。那最后提醒，今年申报期限呢是维持1个月，那也就是说，民众必须在5月31号以前完成这个申报跟缴税。但是个人如果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那譬如说接受纾困措施啦，或是公司通报实施减班休息，那减薪或者是非自愿离职的状况，没有办法在5月底前缴清税款，那可以在报税时申请延期最长1年12个月，或者是分期最长3年36期缴纳。但是提醒纳税人，就是说，如果任何一期应缴未缴的话，那国税局会发单针对这个未缴清的全部余额税款，限10日内一次缴清，否则会被移送强制执行。那以上就是今年报税需要注意的事项。